能回来就好，能回来就好啊！现在这家里没剩下几个人了。你娘走的时候，她不老疼嘞。我给她在洛城买了一副上好的楠木棺材，她躺在里面。 老舒了。爹，儿子不孝，让儿子回来吧。 我对不起你和娘，我对不起祖宗和家乡父老，儿子真是该死。能回来就好，能回来就好。吃饭。 秀梅，萤火，吃饭啊！吃饭。这里看得远，想得开。你娘她睡在这里，少人打扰。这里安静啊。你娘这辈子她不容易，她打小来到这个家。 可以说，他为这个家是操碎了心。狗日的鬼子！萤火，这不共戴天的仇，咱们可一定要记着。 娘，我从小您就不让我去当兵打仗，可是最后，您就是为了反抗日本鬼子才死的。您原谅儿子不孝，儿子回来了，儿子把吃人的鬼子全打跑了，给您报了仇。您地下有知名目啊。 我一定好好做人，好好看着这个家，不再让别人来太平镇动半分土地，让您再次安息。
自己，还是在报复我？报复你管用？我他妈现在报复谁管用？我在前线，我冒着枪林弹雨，我每天想都是这个家，我想的都是你。可是我回来，家破人亡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你告诉我，报复谁管用？谁能把我娘救活？谁能让你改嫁？我对不起你。秀梅，你跟我走。你跟我还是跟他？我已经跟他了。你走吧，让他好好待你。把盐撒匀了，血积厚了，一上冻，明儿早晨铲起来好费力嘞。哎，对了，石榴镜子一家回来了，明儿个我去把他们家那大兔子还他去。他还说，他家要搭个门楼，你哪天得空了去看不？哦，盖新门楼得去看看呐，盖歪了，可遭罪了。就知道你要去。我爹啊，啥都会，啥都能。人人都说你爹太能了，能也就罢了，还要逞能，还怪别人不能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感情自个儿还真知道啊。哎，每回派粮派不上了，你自个儿往里垫，就怕人说你没能耐。人家挖个窖搭个门楼，你要去指手画脚的，这不中那不对。人买个牲口支辆车，你要去看看垭口拍拍木料，嫌人家买贵了，嫌人家上当了。就连那小两口打架，你也要给这个当家那个做主。还别说，那壮丁钱凑不上了，赔了老本去给人垫，还不都是因为海口跨在前头了，胸口响当当拍过了，要是办不成啊，可不就逞不了能了。你算把你爹看得透透的了。等你学全乎了，我这点能耐，我100年之后，你也就好过活嘞。别哭了，怎么才一会儿功夫啊，就哭了没了形儿？快擦擦。
我以为你不回来了呢。你是这么希望的吗？你是无可奈何才进到我家，你有权离开了。可是，全镇的人都知道我是你的人，我本已经对不起他，又对不起你，我还有什么颜面再走出这个家门，再去给他贴上污名？你为什么不告诉他，我们并没有远房，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？告不告诉我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难道让他心里纠缠难过吗？只盼他早日人死这的心忘了，这样我就不这么罪孽深重了。我干了。孙老板，孙老板，哎呀，恭喜恭喜呀！这令郎经历了9死1生，凯旋而归，算是革命的大功臣。估计用不了多久，这旅长就变成师长了吧？哎呀，哪里，言重了。哎，杜专员，快请上座。请。哎呀，银虎啊，这是洛城给咱们派来的朱专员。孙旅长，久仰大名。哎，快倒酒。哎，长官，你辛苦。哎，咱们一起敬野虎一杯，怎么样啊？野虎，你给我们讲讲你的光荣事迹呗。我听说了，你身上可都是刀伤和枪眼，那这战功都能在身上画地图了。你给咱大伙讲讲那是咋弄的呗？大伙可愿意听了啊。说说呗，啊！来，咱们大伙儿一起敬孙旅长一杯啊！我900个兄弟都没了，没啥说的。我能活着回来，可耻！有我。
喝多了。来，快，倒酒。哎，上回是我不好，老拿些胭脂酥粉的物件给你，可不得被你扔了。这个你铁定看得上，是我专门让人从洛城带的，老实惠了。眼下呢，正是带的时候。哎呀，瞧你这小手这动的，带着正好。放开！咱这乡下地儿的女人啊，在冷水里冻惯了，没那娇气啊。这好东西留给小菊仙儿、三姨太他们的使。你咋老说那些过去的事儿啊？这人谁没有过过去？再说了，你以前还是铁脑的媳妇儿呢，我都不建议。这人呐，得往前看。你嫁给我这个政府官员，我娶你这个大户寡妇，两厢不落个正好。我呀，要不了您那么大的好，专员也找你的好去吧啊！哎，你这话呀，别说的那么绝对。现在呢，你横竖看不上我，指不定哪天你落在我手里，还求着我要你呢。对，有那时候做梦的时候啊。哎呀，我算看明白了，啥政府专员啊，就是专门派来勾搭小媳妇儿的。前天在二大店里边，他就这么色眯眯的看着你，今天啊又色眯眯盯着人葡萄。你又知道啥呀？没准是葡萄看上他嘞。葡萄能看上他，那还不如看上我嘞。你老想让葡萄看上你了是吧？啊？反正你看我看腻歪了是吧？啊？你看我看腻了是干啥？哎呀，这啥呀？这是。推我呀！你我呀，咋了媳妇儿？哎呀，走，快，找棚哪儿看去，走。我这是咋了？快，找棚哪儿看去？哪儿？我媳妇儿这得了啥病啊？来，喝杯热水暖暖身子。来子，汤明有喜了，你要当爹了。啊！我要当爹了！哎呀，我要当爹了！哎呀，汤明，你可真是咱老史家的大功臣呢！你刚可说我抽风来着。我抽。那你刚还推我来着？不，你推啊！只要你给我生儿子，我躺在磨上，你给我推成柿饼子都行。行了，来子，我叮嘱你啊，这怀了娃的女人可不能老在家里边待着了，你啊。有时间得多带她出去溜溜弯哦，对唐敏有好处。哎，记住了，放心，以后家里边活儿全我干啊，你就在家养着就行。给我打壶酒。恭喜你啊，要做娘了。嗨，你们俩也结婚有一阵子了，抓紧时间生一个啊。走了。
秀梅，原先我主张你留在这个家，就是怕你新媳妇儿回娘家，别人说闲话，又是寄人篱下的日子，不好过。但我说过，只要你想走，我随时放你自由。少勇，我并没有要走的意思，我只是舍不得银虎，对吗？回去吧。你家人，他那么心痛，他要走你这么伤心，你们俩才是真正该守在一起的。我毕竟是嫁给了你，再回去就能跟他在一起吗？他刚回来，你说你的想法我没有坚持，是因为我怕他即便知道了咱们的关系，心里边还是打着结，那样反而会耽误了你。今天我见他这样的莽撞，我反倒放心了，他是真心爱你的。秀梅，别再错过。舅舅不会同意的，他哪能答应？那个是一个被休回家的女人啊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你拿出12分的心思服侍她，那么好的儿媳妇儿，她迟早会接受的。你不知道，他跟咱爹太不一样了。还有，爹那边，你该咋交代？爹那边，我会把他说通的。爹明白事理，他迟早会明白。如果把我们2个人捆在一起，只会落得4个人都不快乐。不如松开我们俩，反倒能换2家的安乐。去哪儿？秀梅回家了。回家？回他舅家？是啊，而且她一去就再也不回来了。我给了她封休书。为啥？没为啥，那儿原本就该是她的归宿，我不过是放她自由，这样，她就能回到她自己的轨道中去。我也自由了，我可以回到我的轨道中来。听不懂啥叫轨道。哎，这阵子，我一看到那个朱梅老过去缠着你，我心里就不痛快。但我又苦于没有立场去阻止。将心比心的话，秀梅和银虎也是一样的苦的。与其我们4个被那一纸休书束缚了幸福，不如用我来把这个结打开。这样我们可以各自活各自的精彩。葡萄，你的心还在我这儿，对吗？不要脸！我的心在哪儿，你不知道。看见爹了吗？我去找他说去。我跟秀梅之间已经说开说通了，我去求爹答应把你嫁给我。
柜上忙着呢。那好，我明天去找他去。秀梅，跪下。秀梅，我回来了，你就不走了？再难，我也在家里等着你。甭管我爹说什么，就当没听见。是我孙一虎要娶你，谁也改变不了我的心意。我知道了。大哥，你一定要小心，你要再有个三长两短，回来可就看不见我。爹，你还生我气呢？生啥气呀？你主意可大嘞，生气顶个啥用啊？爹，秀梅喜欢的是银虎，把她勉强留在我身边，她也高兴不起来，不是？现在这样，咱们一家人少在一块儿，过咱们自己的日子，不好吗？来，大家看啊，看清楚了。为保护胜利果实不被窃取，洛城政府将即日起对汉奸特务、通敌叛国等的个人进行清查，望广大民众有知情者予以配合查证。哦，这是又要抓人呢。这回不知道哪个倒霉蛋儿又要撞到枪口上了。汉奸特务，啥意思啊？哎呀，就是给日本人干过活、帮过忙、得过他们好处的人。那咱太平镇哪有那儿缺德货呀？个个恨日本人恨得牙根痒痒嘞。据说啊，是被二大打了一巴掌，臊的。人家有爹。人家可以教育孩子，就是找他在这地方一哄孩子啊，这哪好，把人孩子给教育没了。你来这儿做啥？我要向政府揭发汉奸。谁？本镇镇长孙怀清。二大，咋能嘞？田老娘都叫小鬼炸死了，二大能不恨吗？这揭发的可不是别人，是他家谢账房。跟我来吧。
照你说，这个浩二早在日本人进太平镇之前就受伤躲在孙二大家里，后来日本人进镇，你们就再也没见过他。这样落实孙二大的汉奸罪还差了点。日本鬼子都是可恶的呀，那孙二大不让人给他打死，还把他藏在自家的地窖里养伤，还使唤葡萄给他喂羊奶。对鬼子那么好，他不是汉奸，他是啥呀？你是说葡萄也知道这事儿？那呀，一准儿也是让孙二大给逼的。临了，还逼着我，把他们的人一起给送走了。谢长房，孙二大是你的老东家，你给他做账房已经有年头了，为什么突然想揭发他？对你有啥好？我家同志是被孙二大给害死的，他要不打他那一巴掌，他咋能负气上山？更不能够掉进溪里给淹死了。那孙二大有财有势，我要是不揭发他，我咋给我儿子婚织报仇？我老婆死得早，我就有剩这一个孩子。兄弟们，麻烦跑一趟，把孙二大给我押来。是。谢谢中原，给百姓做主。谢长房，恐怕你已经想好退路了。哎呀，这都日丧三竿了，怎么谢账房还不到柜上来呢？爹，我瞧瞧去。哎，我也去。二大，不好了，你赶紧走！啥来着？快！啥？不是啥呀？这，谢哲学那个老孙，上朱梅那儿去告您去了。告我？啊！那让他告去呗，他能告我啥呀？告我不让他讨老婆子。哎呀，你赶紧走吧！哎呀，我宋怀清，你这会儿不能出门，得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们这是要弄啥？缉拿卖国通敌的汉奸。放屁！我爹哪是汉奸啊？你们有什么证据？别胡乱编排人。咱们有人证，就是你们这儿的账房先生。至于物证嘛，神神也会有的。嘿，还想屈打成招了是咋？不去。行了，都别闹。我去就回，咱家又没干汉奸的事儿，怕啥呀？走，快！谢长房的，这是在后悔揭发孙二大呢？不，我早就有告发他的意思。哎呀，可谢老爷您这回指点了我，还给我出了那么多的好主意，我从心眼里头真是感谢您呐。说哪里话？哎呀，实不瞒老爷呀，这样一来呀，二大家我是回不去了，我今后的生计，也就没什么招落了，不是？哎呀，这样吧，打今儿起，你就在我这儿干，恁多的下人，也少不了你一口饭吃。哎呦，那谢谢孙老爷了，谢谢了。谢长房的，不是咱们真容不下他孙二大了，就是，
你说谁让他孙二大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？这是我心头最大的恨。银虎他娘死得屈呀！作为男人，我必须为他报仇。对，他孙二大是非不分，早早晚晚都要出事儿的。所以说，不是我这个当侄子的心狠。你说是吗？薛丈夫，老爷，你说的真是。你官爷不能这样，不！哎呀，老爷，这几位官爷非要闯进来，我拦都拦不住啊！这个。几位官爷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松克贤老爷，有人揭发你在日本人统治时期用日本人开的路条为他们运粮食，汉奸行为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荒谬！这完全是诬陷！我从没卖过日本人一粒粮食。我们在来太平镇之前已经打听过了，有不少人知道你当初拿了日本的开路条为他们运粮食的同时，还借机私用粮食出去卖，从中渔利。被日本人查实后，关在镇公所里。要是这些事儿您都不记得的话，那在镇公所外面，你被一个小日本兵扇一耳光子，还像狗一样在地上爬，逗日本人开心的事儿，您可记得？没话可说了吧？带走！哎，几位官爷，我冤枉啊！我冤枉啊！老爷，我冤枉啊！哎呀，你这咋说的？这咋整的？你说这……哎，老爷，谢丈房是吧？真没看出来，您见风使舵的本领学得倒挺快呀。不过，这次恐怕您要落空了。您擦亮眼睛看看，找棵牢靠的大树乘凉啊！哼。六道公子来多少？就是来想问问，人都被你们抓紧3天了，什么时候把人放出来？镇长说放就能放的，专案正查着呢。如果查明没啥，早晚都能给放回去。他到底要查啥？叫他到这儿来，当着大伙儿的面查。是啊，官爷，我们家店里、铺子上等老爷定夺的事太多了，这生意耽搁不起啊。就是啊，镇上就这2个能人，都让你们抓了打了汉奸罪，这怎么行啊？放人！让他放人！放人！放人！你说我爹犯了汉奸罪，要什么镇平实据？要实据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还记得你爹曾经窝藏过一个日本兵的事吗？